在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侪位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，进化版的智慧资源回收岛正式启用。哇！让我们一起来迎接全新升级的集过来智慧回收岛。台南市为2017年伫安平大卖场头前设置智慧回收岛，营运到达已经6档，成果是相当的好。回收率非常的高，我们从107年的53一直进步到现在的57，一直进步到现在63%。好，那这108年在整个一个市府的极力推广之下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智慧回收岛它的服务量已经突破27000的人次了。经过台南市府的推广，有愈来愈侪人来使用，即马进行全面升级，引进在地企业系统，达到24点钟，唔免人工的智慧化营运，会当互民众随时来做资源回收。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，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。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，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，越来越好。这段日子以来，已经回收了100吨的这个有用的资源。大家想想看，这些有用的资源如果没有回收，就可能在焚化炉，就可能在掩埋场，坦白讲，造成环境更大的负担。因此呢，我们很谢谢，也将持续推广这个可贵的资源回收经验。升级了后的回收范围更加广，包括着塑胶管仔、铝管、电池、饮料塑胶杯仔、玻璃罐等等。除了玻璃是进行工艺的关键，民众只要摕到一定数量的回收物品，投入去机械内底，就当得到优惠更加点数。希望让更加侪民众落实资源回收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